大家好，我係花生仔，歡迎返嚟今日嘅樓市快報啊！我每日都會同大家一齊睇下香港磚頭嘅故仔，學樓市 KOL 話齋，樓市一定會反彈，不過冇所謂啦，信者得救，唔信咪繼續住樓下公園啦。大家準備好未？喂，今日個樓市真係好似精神分裂咁啊！一邊有豪宅賣到億億聲，尺價破頂，另一邊藍籌屋苑嘅車位竟然要劈價劈到見骨，88萬就有交易。究竟個市係龍市定熊市，定係只係有錢人嘅龍市？我哋平民嘅熊市？今日一齊嚟睇下呢個咁精彩嘅樓市大龍鳳。首先，我哋睇下有錢人嘅世界。新地喺北角嘅豪宅凱旋 E.I.，啱啱有個特色單位賣咗1.36億，尺價去到64,000幾蚊，成交價同尺價都創咗個盤嘅新高。哇！2100幾尺嘅單位，加埋個平台，再送2個車位，真係富貴逼人嚟。呢單成交話俾我哋知，喺金字塔頂端，啲錢好似唔係錢咁，只要件貨夠靚，幾貴都有人買。但係鏡頭一轉，我哋睇下另一個藍籌屋苑太古城。太古地產最近拆售第10期嘅車位，最平幾多錢？88萬，你冇聽錯，88萬就可以喺太古城有個私家車位。喺想當年2020年太古城車位閒閒地都賣緊200-300萬，而家劈到落嚟，真係跌到阿媽都唔認得。發展商就話呢個係出售非核心資產嘅策略，講得幾咁好聽，講白啲咪就係睇淡後市，趁仲有人肯要，快快手套現走人咯。一個車位跌幅咁驚人，仲勁過唔少股票啊。不過呢，發展商劈價買車位唔代表佢哋唔識玩。另一邊廂新盤市場就好似另一個平行時空咁，好似錦上路站嘅柏龍兩輛加推單位，竟然仲加價1%，但一樣收超過1500張飛，超額認購6倍。灣仔個新盤 Woody 時候係咁，第2張價單仲要貴過第1張2.7%。點解會咁？一手樓加價都大把人爭，二手車位就要劈到見骨。一嚟發展商提供好多優惠，高成數按揭、呼吸 plan 引你上車；二嚟好多買家就係中意新樓，貪佢夠新淨，唔使煩裝修。但係咪真係唔使煩呢？咁就要問下另一班業主啦。講到新樓，最近觀塘安達臣道嘅居屋安柏苑就出咗大事，成個屋苑有差唔多20%嘅單位都收到滲水報告。有啲業主收樓一睇，間屋變咗水務間、牆身、廁所、廚房，周圍都濕晒。承建商就話係施工嗰陣手工參差喎。喂，大佬，等咗幾年，終於上到車，結果換嚟一間漏水屋。你話同建築方法無關，邊個信啊？買新樓求個安心，結果換嚟一殼眼淚，真係慘過買二手樓。當然啦，樓市入邊總有啲人可以笑住離場嘅。將軍澳東港城就有個2房單位，業主揸咗13年，最近賣出，帳面賺咗300萬。呢個故仔話俾我哋知，只要你夠長命，揸得夠耐，香港樓市都仲有機會俾你賺錢嘅。不過前提係你要捱得過13年嘅風風雨雨，同埋你買入嗰陣個價唔係太癲。但係如果你唔好彩買錯資產種類，咁就另一回事啦。觀塘有棟全海景工廠放售，咁啊市場估值一啲7億，但係你知唔知4年前佢叫價幾多？超過4億啊，跌咗差唔多60%，證明而家唔單止住宅，工商鋪市場一樣係重災區。所以話喺香港地想揾啖食真係越嚟越難啊！唔單止買樓，你諗住喺 Carousel 賣下舊衫賺少少錢，隨時稅局都揾上門追你10幾萬稅啊！有港女賣咗幾件舊衫，唔係賺得嗰幾千蚊，點知被稅局追翻轉頭。而家呢個時勢，無論係炒樓定係賣舊衫，都唔係以前咁簡單啦。有錢人呢，就繼續喺豪宅市場破頂，我哋普通人呢，就連賣件衫都要提心吊膽。呢個世界真係耐人尋味。今日花生仔就講到呢度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我哋。唔好意思留言分享你嘅樓市睇法，或者想我哋下一集講啲乜，下次再見。